如果食品要在烹煮後保持熱度，必須至少維持在華氏135度。呢種方式稱為保溫。請先行開啟蒸汽台同埋加熱器等保溫設備，以便喺食物烹煮完畢時達到足夠溫度。冚實個蓋或者經常攪拌食物，亦都有助於食品保持喺適當溫度。喺保溫過程中，一定要經常使用溫度計重新檢查食物溫度，以確保溫度超過華氏135度。食物冷卻後，或者係食物喺準備期間溫度降低，就必須喺2個鐘頭內再加熱至到華氏165度，先至供應俾顧客食用。一定要用適當嘅設備去加熱食物，譬如爐頭、焗爐同埋微波爐。請唔好唔記得用溫度計，確保食物達到華氏165度以上嘅溫度。請唔好用慢燉煲、蒸汽台或者保溫湯煲嚟加熱食物，因為依類嘅設備都冇辦法令到食物達到足夠嘅溫度，佢哋嘅加熱速度亦都唔夠快。